疼的天父，愿感谢有了你。天地强冲是你掌管，万物也是对你来创造。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阮的上帝。论到阮，不过是你创造智慧世一个，还阁你听阮告诫，安眠无看阮的罪过，总是爱阮甲你过好。因为安尼，救主耶稣道成肉体来甲阮中间，互既若喙承认、心相信的人，未沉沦，反得着永远活，通享受伫你内面的恩典甲疼痛。你听世间人到安尼，主啊，阮要献上懊恼甲感谢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用四季的变化，互阮明白、体会你创造的奥妙。总是阮要求讨你的赦免甲怜悯，因为阮无好好疼惜管理你所赏赐阮徛起的地球，比较侪反常的气候一直出现，互阮看起大自然反复的力量是这么惊人。特别是前几天所发生的花莲大地震，阮的心毋若惊惊不安，还阁极其毋甘悲伤，因为看起侪阮的同胞不足，拄着家园破碎、亲人死失、受伤的困苦。主啊，阮切切恳求你，安慰的神临在伫遮个人的中间。赏赐开力，辅助人勇壮的心啊！愿你的感动，通过社会力量、国家的资源，全体合一来帮助灾区的百姓，互因的心灵得到安慰，肉体得到恢复健康，家园也紧紧重建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恳求天父上帝保守台湾这个岛屿。无互阮拄着过头伫阮所担会起的重，减少天灾地变临到阮。因为你是听人祈祷的主，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。但现在起，阮带着渴慕的心，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献上阮的懊恼敬拜，恳求圣神即时临在伫阮中间。拍开阮的耳孔，开阔阮的境界，领受你的启示甲真理，通过传道所分享的信息，互正听日心的明白你所要对阮讲的话。愿将这个敬拜时间分别做成，献上伫你祭坛前，求你感纳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合一，恳求祈祷甲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